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进入路加福音第37天的共读。在昨天，我们从路加福音的20章到21章，看见耶稣讲到关于纳税的问题，来回应这些用政治要陷害耶稣的人。耶稣也澄清基督跟大卫之间的关系，而耶稣也责备这些文士，他们甚至让寡妇做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一切的养生的、维持生命的都奉献了，他们就面临了窘境的问题。今天我们继续看耶稣在很重要一段就是关于圣殿被毁，还有耶路撒冷被毁，还有人子来临的这些的末日或是这些灾难所要发生预言的事情。21章第5节。有人在谈论圣殿是用好石甲奉献的米来增台，耶稣讲，日子得要到，恁在看会遮的一切拢会受拆毁，拆甲无两块石，三块小块。那这一段圣经从马太24章开始，马可13章都是进入，还有路加的21章是在讲同样的议题。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在路加的19章44节，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有为耶路撒冷哀哭。也是在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耶稣一进耶路撒冷就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呢，虽然早在大卫的时候建立起来，但是呢，到大希律的时代，耶稣出生前还没有出生的这个大希律的时代呢，就已经开始来扩建这个耶路撒冷，特别是这个圣殿，所以这个扩建时间很长，从主前就大约20年，就是主前20年，一直扩建呢到主后的63、64年，这中间加起来呢超过了80年的时间了。但是呢，等到扩建这个增建完工不到7年的时间，主后70年，那这个耶路撒冷呢就被罗马军队给毁坏这个耶路圣殿呢，就从主后70年毁坏一路到现在都没有再重建圣殿所以只有第一圣殿所罗门圣殿，第二圣殿就是所罗巴伯圣殿那这个耶稣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希律的家族或是还在整修扩建圣殿的当中，耶稣已经预言了这个圣殿虽然是用极大精美的石头，还有大家还愿的礼物装饰的，但是耶稣说那日子到之后呢，每块石头都要被从上面拆下来。第7节，门徒问耶稣，老师，这个代志什么时会发生？这个代志要发生的是有什么兆头？耶稣讲，要谨慎，唔通受威胁，因为有真侪人会利用我的名讲，我就是基督。佮讲时机得要到啦，恁唔通得去。恁听到战争甲暴乱的消息，唔免惊吓。这个代志一定会大先发生，毋过终局未随时到。耶稣继续甲因讲。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国家会攻击国家，有大地动，真侪所在有饥荒甲瘟疫，阁有通惊的景象甲大奇迹对天顶出现。这代志发生以前，人会掠恁、迫害恁，甲恁交互会堂甲监狱，恁会为着我的缘故，互人掠去君王甲总督的面前。这个是恁最见证的机会，所以恁的心就了定，唔免先想要安怎辩明，因为我要赐恁口才甲智慧，互恁的对敌无一个会当对抗，也是反驳。连恁的父母、兄弟、亲族甲朋友嘛会甲恁出卖，恁中间有人会互因害死，恁会因为我的名互了敬人万分，不过恁连一只头毛。一支头毛拢未失落，就忍耐才会得到性命。那这段预言呢，是一个很重大的预言不仅是预言的这个耶路撒冷要如何的毁坏，圣殿被毁。这个当初耶利米在预告这个圣殿要被毁的时候呢，很多人不相信。很多人抵抗他，很多人攻击他，后来果然发生。但是耶稣也同样，当他预言圣殿被毁，绝对是一定被很多人起来攻击，说他是乌鸦嘴说他怎么亵渎神但是耶稣只有对门徒
所以如果耶稣对法利赛人、对经学士说这下不得了，亵渎神，马上抓去办。而这些门徒就问，呃说什么时候会有这事？好，耶稣告诉他们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当心哦，好啊，要谨慎，好，要谨慎。好，那这个谨慎呢，就是说要好好仔细的去分辨。因为呢，当耶路撒冷被圣殿被毁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假基督。好，我就是基督。好，主后70年有没有假基督？好，不用等到主后70年。好，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好，都有很多假基督，或是在保罗书信的时候，好，都有这些的假基督哦。好，所以到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时候，好，已经很多人诺斯底主义，好，然后或是这些假冒耶稣的名啊。好，然后呢，来迷惑人。迷惑人呢，通常都是这个神棍，好，敛财，好，诈财取义取利啊，好像这些文士一样。而也有说时机已经成熟了，现在就是基督要来的时刻。但是呢，耶稣告诉门徒说，不要跟从他们，还有包括战争叛乱的消息，好，不见得就是耶稣所说的时期来到。但是呢，好，不用害怕。好，因为呢，这些事情还是会先发生，但发生战争、发生动乱，不代表终局快到了。好，那这里变成有2件事情，一个是耶路撒冷受毁灭的终局，圣殿被毁；另外一个是世界的终局，世界的终局。好，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大概要能够先去分清楚哪一些是跟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主后70年有关的，哪一些是从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后一路到这个世界的终局末日有关的。所以第10节耶稣接着说，一个民族跟另外民族征战，一个国家跟另外国家攻打，到处有严重的地震、饥荒、瘟疫，又可怕的奇迹异象在空中出现。可是在这些事发生以前，你们要被逮捕。好，所以门徒在问的是什么征兆，会有什么预兆？好，耶稣呢？好，现在告诉他们预兆是什么呢？预兆不在于这些地震、饥荒、瘟疫、征战，好，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太多的搞不清楚。但是呢，比较清楚的征兆是门徒被逮捕，并遭迫害，人把门徒交给会堂审问，好，就是给这些信上帝的人来审问，又使你们坐牢。为我的缘故，又被带到君王统治者面前。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好，使徒行传一一的发生。所以使徒行传也是在主后70年之前。好，保罗也被带到这个亚基帕王被带到这个王的面前。但是耶稣说，这就是你们为福音做见证的机会了。所以在圣殿被毁，或是说遇到世界的末日终局，即便有这样的征兆，有这样的记号，但是呢，耶稣能够使那个咒诅变为祝福。好，让这个患难呢，能够变成是天国的财富，堆积财宝在天上。好，这个8福的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应当要欢喜快乐，你们在天上的祝福是大的。所以耶稣告诉他，这是一个得祝福、得恩惠、的一个大好时机啊，最坏的时机也是最好的时机。你们要拿定主意，拿定主意呢，就是说立定心意哦。就是心头了定，不用左思右想，不用担心，也不必到一个程度，也不必事先考虑怎样为自己申诉。就好像保罗、西拉传福音在腓立比监狱被关，他们半夜里面呢根本没有担心说他们要怎么样面对严刑拷打审问，他们只有半夜在那边赞美神，所以都不用去担心，因为我要赐给你们口才和智慧这个我呢是耶稣的口才和智慧。但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就知道圣灵叫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是耶稣圣子圣灵在我信的人身上让他们能够来见证神。所以这是一个三位一体加上人所做的工作。而这个口才智慧能力呢，圣灵的大能呢，使你们的敌人和你们所说的话呢无法
反对和辩驳。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好，在彼得的身上，好，在这些门徒身上，在保罗身上，好，在亚波罗的身上，好，他们怎么样极力的驳倒犹太人，好，怎么样极力驳倒那些要陷害他们的人。好，甚至到一个程度，连你们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都要出卖你们。你们当中有些人要背他们，他们就是这些要害你们的，要攻击你们的，要把你们抓去关的人，都会甚至连门当中有一些人被他们致死啊，好，被他们害死，好，所以这些门徒当中很多的殉道，好，腓利好殉道，好，这些的司提反殉道，为了我的缘故，大家要憎恨你们，可是你们好门徒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失掉。好，失掉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说真的头发不会掉，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掉几十根的头发，但是意思是说，马太福音说，耶稣连们头发都数算过，说我们不用为明天忧虑。而这个意思就是说，前面跟后面连起来，就是你们不用去担忧，这一些怎么样要为自己来申诉，不用去担忧，在遇到迫害、灾难、末日的时刻，攻击的时刻，然后怎么样活下去，是这个意思。因为呢，你们要坚忍，才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啊。保全性命呢，好，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赢得性命。好，那这在路加福音17章的33节，好，凡为我17章的33节说，凡想保全性命的，要丧失性命；凡丧失性命的，要保存性命呢。好，所以赢得性命，那个性命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去迎来的性命不是我们现在从妈妈肚子生出来的性命，而是将来在天上的性命，是借着赢得来的，是迎来的，而不是自动掉下来的。好，所以继续往后看，好，20节。恁看到耶路撒冷互军队包围的时，就知这个城得要毁灭了。迄时，伫犹太的人就逃走去山内，伫城内的就离开，伫庄卡的毋通入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要应验圣经所记载的一切。伫遐日子有声音的。甲互婴仔食奶的妇人非常不幸，因为大灾祸特别临到这个地，上帝的大受气特别临到这个人民，因为互刀剑刣死，嘛为互人掠去达国。耶路撒冷为互外邦人为互外邦人吞达，直到外邦人的期限满。这一段呢，好，一样是讲耶路撒冷的灭亡啊。所以如果我们把前面连下来看的时候呢，好，从前面这一些发生的事情，好，应该都要好从路加的角度来看，因为路加后来有写使徒行传，好，所以他可以认为说，好，这一段耶稣所说的预言呢，是讲到圣殿被毁这件事情，主后70年。好，那路加到底有没有亲眼见到圣殿被毁，我们也不晓得，不晓得。但是至少已经写到非常接近了，写到非常接近，就是保罗3次布道旅行，然后去到罗马，又从罗马出来，还去到了小亚细亚，又再被抓去罗马，好，这么长，大概到主后65左右66左右。好，所以这个路加呢，好，他大概可以用他在历史好的这个角度，好，来帮我们做一个分类。好，就是这一些的灾祸灾难呢，是跟耶路撒冷被灭有关呢。好，所以耶路撒冷被灭主后70年，好。路加认为这些就是在耶稣在预告那个圣殿被毁的时候，包括被军队包围，包括这是一个惩罚的日子。在我们去读耶利米书，特别在耶利米书的38、39章，还有最后50几章那边，我们看到西底家王的那个时期，就是可以看到那个景象，就像是这里所预告的一样发生。所以在这样的当中，耶稣说要谨慎，要警醒。但是呢，从25节之后呢，就是另外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是讲到人子的来临了。好，我们继续来看。那时日月星拢会显出掉头地上万民会因为海印哗哗号惊吓不安，
人会因为这世界得要发生的代志惊甲昏去，因为天顶的光体拢会摇拽。迄时人会看见人主充满关临，甲大阴间坐魂来临。这个代志得要发生的时，恁着仰头挺心，因为恁的拯救得要到啦。那这里呢，接下来路加福音路加提到说，这是人子来临的时刻。耶路撒冷被灭是一个将要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对那时候的门徒来讲，不太可能，或是没有办法明白。但是呢，在这里又讲到是个人子来临的事情，是天上的星象都不是只有战争的，连天上的星象都会出现怪异的现象，是地上的国家因海洋的怒啸而惊惶失措。这里可能指的是海啸，人人等待那将要临到世上的事，因为恐惧站立，以至于昏厥。太空一切的系统，就是天上的万象星体光体都会摇动，不再是这样按照这个春夏秋冬的这样子运转。而那时候人子要出现了，他们会看到人子的出现。所以这里讲的就是在讲末日，耶稣再来。那这个预言到现在还没有发生，充满着大能力和荣耀驾云降临。那这也是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所讲到的这个基督驾着云再来，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们要昂首挺胸所以这些事情不是像外邦人，像这些没有信心的人看到这些事情就晕倒了，惊惶失措，恐惧站立，不是。有信心的人在这个时刻呢，知道末日越近呢，反而是昂首挺胸，因为你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这个耶路撒冷被灭还不能够得救赎，这些事情必定要发生，因为这是上帝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要成就。但是呢，这个耶稣基督人子的再来呢，却是必定要成就，而这个成就的事情呢，是你们要昂首挺胸，因为得赎的日子接近了。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呢，会发现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4章，我们最常用末日就是引用这一章。那但是呢，门徒私下来问耶稣两个问题：你的来临和世界的终局有什么预兆？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回答呢，讲到的大灾难也好，讲到的人子来临也好，它是两个一起回答。坚忍到底，必然得救。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向全人类做见证，历史的终局才会来到。因为这两个问题是一起问的，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就两个一起回答。那我们再看马可福音呢，耶稣也一样预言，然后呢，说这个耶路撒冷的石头被拆，所以呢，门徒就问何时会发生这一些事？这一切是有什么预兆？那马可呢跟路加是比较相像的，就是人要这个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有这些的灾难，这些灾难呢都跟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呢有连带的关系。但是呢马可福音24节说那些灾难日子过后，那意思接下来就是讲到人子的来临，但是呢比较短，只有24到27节所以我们在读这个马太、马可、路加，我们知道他的写作从他们门徒问耶稣的问题呢，可以来看出这个路加的安排是比较完整的安排，或是说跟马可两个呢是有分段式的，讲到圣殿被毁，接着讲到末日人子来临的时刻。那后面29节，耶稣佫用譬如甲因讲：恁看无花果树甲一切的树，恁看到这个树半圆的时，就知热天得要到。亲像安尼，恁看到这个代志发生的时，就知上帝主权得要实现。我实在甲恁讲，这世代还未过去，这个代志拢会发生。天甲地会消失，不过我的话绝对不会消失。那在马太24、马可13，都一样有无花果树的比喻。无花果是夏天成熟的果子，看到这个无花果在春天3、4月的时候开始吐新芽，你就知道夏天快来了，天气又要改变了。
好，那这个是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巴勒斯坦一带的人，好，他们从小到大的经验呢。同样，耶稣用这样的春夏秋冬的替换，也知道说，好，每当好有这些的战争、灾难、灾祸、天象、地震啊、饥荒、瘟疫，天上的这些异象的时候呢，好，就有一些事情要发生。好，但是呢，这些发生呢，好，为的是上帝的主权快实现。还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好，是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的机会。还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好，就是我们能够凭着坚忍就能够赢得性命的机会。还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昂首挺胸，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好的时候。所以耶稣对门徒说，要记住，好，这个世代的人还没有都去世以前，这一些事就要发生，但是不是说全部发生，开始发生。所以没有错啊，好，彼得那个世代，好，保罗都还没有死，保罗跟耶稣的年纪很接近，好，都还没有过去。路加，好，都还没有过去。约翰好，活到很晚，所以耶稣的门徒约翰啊，就真的看见圣殿被毁的预言。当他真的看见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耶稣所说的都是真，天地要消失。不管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现在呢，因为我们回到21章的前面是讲到说，哇，这个圣殿盖得好大啊，这个圣殿是用多么精美的石头，这个大理石比一个人还高，好，这样子来堆砌起来的圣殿。但是耶稣说，这些天地要废去，但我的话，好，我的话呢，是指耶稣的这一段话，耶稣对圣殿被毁的预言，耶稣对世界灾难的预言，耶稣对末日的预言，永不消失。什么时候才消失？到世界末日，人子再来的时候才会消失啊！最后34节啊，恁家己着谨慎，才免因为贪食、酒醉、甲生活的看如，互恁的心麻痹。直到迄日，亲像罗网忽然临到恁，因为迄日会临到住伫全世界逐所在的人，着不时谨慎祈祷，互恁有气力通逃避一切特别发生的代志，通徛伫恁主的面前。这几日，耶稣日时拢伫圣殿教示人，暝时出城去甘拿山过暝，众人拢透早就去圣殿听耶稣讲道理啊！好，耶稣已经的这个讲到，好，已经讲到圣殿被毁，讲到末日，好，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好，门徒都听到了，而耶稣对门徒的期许就是。好，这些的末后日子、末日的当中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好，一样跟前面提的，就是要谨慎，好，要警醒。好，谨慎警醒呢，就是不要只有为肉体、酒肉、生活忧虑麻痹心灵，好，就是失去了警醒。好，因为呢，生于忧患，死于安逸啊。这些贪食啊、醉酒啊、今生的忧虑呢，好，只忙这些的时候，就不会想到明天，好，这个主耶稣快要再来，因为主耶稣再来是一个忽然临到你们的日子，而忽然临到又像这个罗网，好，罗网就是去抓这些野兽，好，这个野兽正在吃的时候，网子就突然的照下来，好，耶稣也是形容，当我们只有眼睛看着地上一直在吃地上的食物，好，却没有看着天上好的异象危机的时候呢，我们就被这个世界一起吞吃掉。耶稣说要警醒，警醒。第二要祷告，好，所以两件事情，警醒加上祷告，使我们有力量忍受一切要发生的事情。好，因为这些事情对一般人来讲，好，遭遇 COVID-19， 遭遇大地震，遭遇海啸，好，看到可怕的异象，看到战争，看到饥荒，这些事情对人来讲，哇，真的是受不了的事情。可是呢，对耶稣的门徒信徒来讲，这是一个昂首挺身，是一个得赎的日子快要近了，好，反而是一个更兴奋，好，等待已久的日子，好，因为已经预备、警醒、预备，这些事情耶稣就讲到这里，好，所以最后讲到耶稣白天在圣殿，晚上出城到橄榄山，好，而群众一早就想要来圣殿，好，所以耶稣继续在圣殿的教导，好，是没有受到拦阻，直到逾越节的那一天呢，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也是我们接下去好明天要继续读的。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从路加、马太、马可清楚的看见耶稣的预言，
不是只有在主后第一世纪，甚至讲到是到今天2000年后，我们依然在学习要过警醒祷告的日子，因为那日子来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那个日子来是一个圣灵赐给我们口才智慧能够来驳倒一切逼迫敌基督的人。这个日子是一个使我们能够凭着坚忍来赢得永生的日子。这个日子也是一个让我们要昂首挺身，因为知道我们即将要得赎耶稣你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一切要发生，天地要废去，你的话却绝不废去。求你帮助我们谨慎，帮助我们警醒，帮助我们时常祷告，使我们在这一切要来的事上都能够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